灣區置業揀邊度？灣區有港幫到你啊！咁上一集咧，我哋嚟過呢個小區同大家拍過視頻啦。咁大家見到呢個咁大嘅湖景咧，都知道咧而家我身處嘅位置咧，又係國際花城啊。咁啊，上一集咧，我哋簡單介紹過國際花城賣緊嘅產品啊，同埋佢嘅賣點啦。咁啊，國際花城喺坦洲已經開發咗16年嘅時間啦。咁呢個小區咧，佢佔地咧係一共係1500畝嘅。咁呢個小區嘅規模咧，喺中山同埋珠海嚟講咧，呢個規模都係最大嘅。咁啊，作為咁大一個小區咧，我哋如果話想用一集視頻介紹清楚咧，係比較困難嘅。咁啊，今集咧，我哋再嚟同大家介紹國際花城。咁我哋主要咧係同大家講兩方面嘅情況嘅。咁首先就係話，我哋將國際花城佢嘅配套逐一同大家分析清楚，等大家如果話喺灣區買樓想關注花城嘅朋友咧，知道花城佢嘅自己嘅內部嘅配套啦，同埋花城周邊如果揸車10分鐘可以享受到咩配套啦。咁我哋呢一集視頻咧就同大家詳細介紹下花城嘅配套啦。咁啊，第二方面咧，咁我會同大家介紹下國際花城而家賣緊有咩貨可以選擇啦，同埋跟住落嚟國際花城會同大家會推啲咩產品，我哋通過呢集視頻同大家做下功課，咁啊將佢跟住落嚟嘅銷控啊同埋推貨嗰個節奏咧同大家介紹下。咁我哋事不宜遲啦，首先咁我哋先介紹花城嘅交通嚇。咁而家我企嘅位置咧係國際花城嘅3期同埋5期嘅中間位置嚇。呢度就係5期1區。咁而家我哋賣緊咧係5期2區咧，再向前啲而家啲樓遮住咗就係5期2區賣緊嘅新樓位置啦。咁我左手邊咧係3期啊。咁喺3期同埋5期中間咧就有一個巴士總站嘅。咁啊呢個巴士總站咧就喺小區裏邊咧就可以有巴士直接去到珠海同埋去到香港嘅。咁啊首先講珠海啦。咁喺呢度咧就有幾條公交車線咧譬如去到拱北、去到橫琴同埋去到珠海嘅城區嘅。咁係如果話去香港嘅巴士線路方面咧，咁呢度有兩種線路可以直達香港嘅。咁啊第一個選擇就係可以坐呢度嘅巴士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再駁金巴返香港。咁如果話直通香港都有嘅，咁啊每日都係3班，有3班巴士咧就直通香港嘅荃灣同埋太子嘅。所以作為一個咁大型嘅社區咧，咁因為呢度經過咗16年嘅發展咧，咁佢嘅配套咧喺交通方面都已經好成熟啦。咁我哋再過嚟睇睇，其實咧有好多嘅小區裏邊咧，如果話配套好嘅地方咧，就未必一定有好靚嘅環境嘅。咁啊，如果話有靚嘅環境地方咧，就唔一定有配套。但係國際花城呢個小區咧，佢已經係結合咗配套同埋嗰個環境都好完美咁結合嘅。咁啊呢種情況咧喺中山、珠海嘅樓盤嚟講咧比較少見嘅。咁我哋通過呢個角度，而家我哋再行過嚟咧，因為啱啱嗰個巴士總站對面啊，就係我哋見到嘅國際花城嘅大嘅中心嗰個湖景啊，我哋過去睇睇。而家我哋行到嚟咧，大家可以見到咧呢度一個好大嘅草坪啦。咁平時啊同埋週末啊都好多人過嚟露營嘅，喺呢個位釣魚啊、露營啊係比較舒服嘅。而家我哋正對面咧就係國際花城嘅300畝嘅湖景嚇。咁呢個係永久性嘅湖景啦，同埋咧呢個都係天然嘅湖景嚟嘅，因為呢個湖咧同出邊嘅坦洲嘅河流咧係連通埋一齊嘅，呢啲水咧係活水嚟嘅，咁變到咧，所以呢個社區佢咁靚嘅景觀咧，亦都係目前好多香港人想翻嚟大灣區度假退休想要嘅環境嚇。但係佢有咁靚環境之餘咧，又有豐富嘅配套，所以呢個都係佢目前熱銷嘅原因。咁我哋睇完咗花城嘅交通之後咧，我哋再睇下喺小社區裏邊咧有咩食飯同埋去其他消遣嘅地方。我哋繼續向前行啦。講完交通之後咧，我哋再講下喺社區裏邊嘅生活配套啦。咁香港人翻嚟咧就飲飲食食啦。好多人翻嚟就如果話想喺樓下就解決到食飯問題咧，咁喺呢個社區裏邊咧。我行過幾圈之後咧，呢度有幾間茶餐廳可以享受到嘅。咁首先呢度有一間啦，咁我哋再向前啲咧，依然都有另外一間茶餐廳可以用到嘅。咁其實咧喺國際花城裏邊咧，佢有3條嘅商業街嘅。咁呢個其中一條啦，咁呢個商業街咧係花城嘅第3期嘅樓下位置嚇。咁其實喺呢個小區
喺樓下就早餐檔啊、餐廳啊、買餸啊都係可以搞掂嘅。等於就係話咧喺社區裏邊唔需要出翻到呢個社區咧，咁基本上嘅生活咧都可以搞掂嘅。咁而家我企嘅位置咧就係一期花城最早一期嘅小區對面嘅中心位置啊。而家我背後咧係一個紅萬家嘅超市啦。咁啊，嗰隻花城裏邊大大細細嘅超市有好幾間啦。咁啊，其中呢間咧係最大一間生活超市嚟嘅。咁啊，對面咧佢裏邊嘅產品咧，其實生活上基本嘅所需都已經齊晒㗎啦。咁我哋再行下去到一期同埋4期中間嗰個商業街啦。咁啊，呢度咧依然亦都有好多生活所需嘅配套啦。咁啊，呢個小區咧，佢係一個典型嘅民生社區啦，所以變到15000伙嘅業主入住之後咧，衣食住行啊，咁喺樓下都可以解決到啦。咁我哋睇下對面，咁而家我喺4期嘅下邊嘅商業街啊。咁頭先我哋見到呢度有間餐廳啦，咁我哋再向前行啊。咁呢個社區咧經過15年嘅發展咧，咁佢嘅衣食住行啊、交通啊都已經係齊備晒㗎啦。我哋見到社區下邊有藥鋪啦，咁啊前邊咧我哋仲有麵包鋪啊、公交車站啊，所以呢個社區咧，如果係住喺度，基本上唔使出門口咧，咁喺社區裏邊咧都可以解決到生活嘅所需嘅。咁我哋再向前睇下咧，嗰邊有間錢大媽，錢大媽基本上係你喺小區裏邊買餸啊，呢間連鎖嘅賣菜嘅地方咧係乾淨企理嘅。咁頭先咧，我哋喺社區裏邊咧睇過嗰隻花城嘅有公交配套啦、購物啊，同埋有咩餐廳介紹啦。咁而家我哋再揸車喺周邊睇下嗰隻花城周邊嘅嗰啲配套啊。咁其實基本上嗰隻花城周邊10分鐘以內咧都有好多餐廳選擇啊。咁啊，亦都有啲銀行啊。咁我哋揸車去行下周邊嘅環境。咁我哋而家可以出發啦！而家我哋嘅時間係4點53分，我哋可以出發睇下周邊嘅情況啊！而家我哋正對面嘅呢個位置咧，就係嗰隻花城嘅第4期。咁啊，嗰隻花城第4期咧已經係全部賣晒㗎啦。咁啊，佢喺今年嘅就陸續有開始收樓嚇。之前上年係清緊第4期嘅尾貨嘅，咁啊上年已經全部賣晒啦。大家可以見到有啲流動，有啲座數咧仲喺度整緊外牆嘅。咁我哋而家繼續向前行。而家我哋呢個位咧就係嗰隻花城嘅正門啦。咁左右兩邊都係商業街嚟嘅。我嘅左手邊咧就係嗰隻花城第1期，講緊係15、16年前嘅樓盤啊。咁啊，右手邊咧就係第4期，啱啱賣晒嘅第4期。咁作為我都係敏捷地產嘅業主啦。我喺2007年買咗錦繡陽光花園啦。咁啊，錦繡陽光花園咧，當時我買嗰陣時咧，佢周邊都係冇乜配套嘅。但係經過到而家講緊20年啦。咁啊，國際錦繡陽光花園咧個配套都好方便啦。咁國際花城咧就係錦繡陽光花園嘅升級版，所以國際花城都經歷咗有15年嘅時間啦。咁啊，陸續發展之後咧，都講緊有15000伙嘅業主咧住喺度啦。咁多業主嘅生活需求咧，都造就咗呢度成為一個新嘅一個小鎮啊。而家我哋而家呢個鐘點咧5點鐘，啱啱係大陸嘅晏晝放學翻工嘅放學放工嘅時間啦，所以而家目前嗰個路上邊咧個車都有啲多嘅。咁前邊我哋正前方呢條路咧，係上年年尾通車嘅。咁喺我哋正前方呢條路直通咧，就可以去到坦洲嘅中心街市啦。所以
個交通方面，佢哋花城都喺度不停咁完善緊嘅。咁喺我嘅左手邊就係最早期嘅嗰隻花城嘅嗰個手部咧，而家變成咗一間幼稚園嘅。咁啊，錦繡陽光咧喺呢個錦繡嗰隻花城呢個小區裏邊咧，佢一共係有3間幼稚園啦，2間小學啦。咁呢度都好多內地人都中意買呢個小區，就因為佢裏邊其實返學方面都比較方便啦，因為唔使揸車送細路仔出離開小區咧，都可以有學校可以選擇到嘅。咁而家我嘅右手邊咧係啲宵夜檔啊，呢啲檔口咧係夜晚先開嘅。咁喺宵夜檔隔離咧，右手邊咧有間農莊，呢度係食農家菜嘅地方嚟嘅。其實坦洲咧就好多農家菜可以選擇得食飯啦。咁因為坦洲講緊20年前咧都係以農業同埋工業為主啦，所以呢度坦洲好多有特色嘅農莊，又可以推薦一啲我經常幫襯開嘅農莊俾大家。咁而家我前邊轉過右手邊咧，就基本上5分鐘時間咧已經入到坦洲嘅鎮中心位置嚇。而家大家前面鏡頭見到嘅咧，就係坦洲中心位置嘅一啲城市景觀啦。呢度有一個市民中心，前面少少嘅地方有一個市民中心嘅。而家前面咧過到嚟咧，喺我嘅行緊方向嘅右手邊咧，咁啊呢條街咧就喺坦洲嚟講咧，街樓下邊咧有幾間嘅麵包鋪啊，亦都有啲文青啲後生仔咧中意幫襯嘅地方啊，有幾間咖啡鋪。喺我嘅左手邊就係坦洲嘅市民中心啦。咁呢度咧夜晚好多人喺度跳舞啊，咁啊過年嗰陣時咧呢度可以燒煙花嘅。我哋轉翻嚟左手邊呢度咧，就有嗰隻花城最近嘅一間餐廳，就係粵百海。咁啊，粵百海呢間餐廳咧就係飲茶嘅，飲茶食中午飯、食晚飯都有啦。咁呢間餐廳嘅最大特色咧，佢飲茶嘅特色就係話嗰啲點心咧係現蒸嘅，即係即點上嚟即蒸嘅，喺台面校個鬧鐘，佢夠蒸幾分鐘之後咧，set定時間，到時間可以食嘅。咁啊，右手邊係一間建行，頭先我哋啱啱經過呢度係嘅建行嚟嘅。咁喺嗰隻花城10分鐘以內咧，四大銀行都有啦。頭先見到第一間就係建行嚟嘅。我哋繼續向前啦，右手邊呢度係金斗灣客運站，咁呢個咧係坦洲嘅巴士總站啊。咁頭先我哋喺花城裏邊咧，嗰間咧係花城嘅公交車總站，呢度呢間咧就係坦洲嘅巴士總站。再向前少少，呢度有間交通銀行啊。呢間銀行咧係2年前先開嘅，新開嘅一間交通銀行嘅嗰個辦事點。我哋過到嚟見到右手邊講緊10分鐘唔到咧，有間一枝萬酒樓啊。一枝萬呢間酒樓咧係坦洲老字號，已經開咗20幾30年嘅時間啦。咁如果話喺坦洲食飯飲茶咧，如果話想去一間質素高少少嘅地方咧，就係呢間一枝萬酒樓啊。我而家揸車再去同大家介紹一間我幫襯開嘅喺坦洲都啱啱開咗好幾年時間啦。咁質素比較好嘅中西餐廳。其實呢間餐廳咧，我經常幫襯開嘅，咁都可以講係飯堂之一啦。咁呢間餐廳咧，我帶過嚟好多業主過嚟咧，都話食過之後都評語都幾 OK 嘅。咁順便我哋嘅左手邊咧，呢度係坦洲嘅行政服務中心啦。咁咧好多業主如果話買賣樓啊、二手買賣咧，都喺度辦理嘅。我哋轉翻入嚟。
呢度有一間一枝萬，唔係，呢間係叫 W 餐廳啊。W 餐廳咧係一枝萬旗下一間中西餐廳嚟嘅。呢間餐廳咧係中西餐都有啦。咁佢嘅環境都比較舒適啦，同埋出品都好嘅。咁喺大陸咧，如果話食西餐咧，如果香港因為我經常都同啲香港業主過嚟幫襯呢間餐廳啦。咁講緊人均消費咧，你就算食扒啊，都係人均消費100蚊左右啦。咁好多業主對佢嘅評價都好啦。咁食完之後都基本上都變咗呢間餐廳嘅 fans 嚇。呢度轉翻過嚟就見到又睇翻呢度前面就係一枝萬啦，喺呢個燈口位置一枝萬。所以頭先我哋4點52分出到嚟，咁而家5點鐘啦，咁10分鐘時間都已經有2間餐廳啊，有銀行啊，咁啊有酒樓可以選擇到啊。所以咧其實而家點解好多啲香港朋友咧中意翻嚟大陸諗退休啊度假？因為而家大陸嗰個配套上咗嚟，同埋咧啲食物質素亦都提升翻啦。咁其實我同好多，因為我一直咧都係做緊港澳市場啦，咁我都經過10幾20年嘅嗰個經營之後咧，咁我身邊嗰啲客人咧多數都係香港為主啦。咁佢哋同我講咧，其實喺度住咧食嘢咧，咁除咗話價錢梗係平過香港啦，咁啊味道方面咧，咁大部分都係 OK 接受到嘅。咁啊最關鍵咧，而家翻到嚟咧，嗰個服務比較好啊。頭先嗰間W 餐廳咧，有啲服務咧，即係俾到你咧係一種坐翻落嚟，咁招呼啊，各種嘅禮貌啊，咁都係好到位嘅。所以好多人佢翻嚟享受嘅係呢種氛圍咧，即係呢種食得舒服啦，咁你食得又開心啦。咁呢啲佢哋話喺香港而家目前咧，相對嗰個服務咧反而落後過大陸啦。而家我哋而家繼續向前，再過翻到嚟咧，而家轉個彎之後咧，就翻到坦洲。頭先我哋見到嘅位置咧係坦洲新嘅中心啦，而家過到嚟呢度咧就已經入到坦洲之前舊嘅中心啊。咁前面有間酒店就係亞朵酒店嘅。咁而家我好多啲香港朋友啦，翻嚟就睇樓啊，咁有時候咧一日搞唔掂咧，想留多一晚咧。咁好多我都推薦住呢間亞朵酒店嘅。咁而家呢間亞朵酒店咧係大陸嘅連鎖品牌啦，咁都乾淨企理嘅。咁喺亞朵酒店下邊咧都有間食飯嘅餐廳叫大喜營，呢間都係有飲茶有食飯嘅。咁啊轉翻到嚟咧，呢個位就係坦洲最中心位置啦。咁我哋嘅左手邊咧有間新開嘅商場啊，一間叫潤泰商場。咁喺上年春節嗰陣時先開張嘅，咁我一次都未得閒嚟行過啊。咁再過嚟咧，右手邊呢嗰間係一家嘅超市。咁啊熟悉中山朋友都應該知道咧，一家呢間超市咧，坦洲當地嘅連鎖超市嚟嘅。咁基本上每個鎮都有2、3間一家超市啊。頭先我哋講緊喺花城出翻嚟到呢啲中心位置，我揸車都係10分鐘以內。咁啊，基本上喺花城，你如果話想唔揸車，咁你坐公交出嚟咧，有公交車選擇啦。咁如果話你唔想揸車嘅，如果你自己揸車10分鐘啦，你唔想揸車都有啲公交車可以選擇到。頭先我前面呢個巴士咧叫紅巴嚇，呢間巴士都係由花城開出嘅，直達拱北。因為佢車身紅色嘅，所以大家都話稱之為紅巴嚇。
咁我再轉翻嚟去同大家推薦另外一間飲茶嘅地方，飲茶食飯嘅地方，都係我飯堂之一。大家可以睇下坦洲嗰啲交通啊，同埋路面情況。因為呢條路咧，前2、3年咧，都係重新，即係疫情期間咧，係重新翻新過嘅，所以佢路面咧都係好乾淨企理嘅。而家轉翻入嚟呢條街咧，就係比較多宵夜檔啊！呢條街咧，呢啲檔口咧係夜晚先開嘅，咁啊而家都陸續準備營業噶啦，所以夜晚咧呢條街係比較熱鬧嘅。而家我哋再轉翻入嚟，再轉個彎之後咧，就會去到一間坦洲比較都係老字號之一啦。頭先介紹咗有間叫做一枝萬啦，而家轉過嚟呢一間咧就係叫做一枝萬，呢間係叫大興酒樓。咁大興酒樓同一枝萬一樣啦，都係坦洲嘅老字號啦。咁啊呢間酒樓我個人就比較中意嚟嘅，咁佢有早茶啦、中午茶啦，有午飯啊，有晚飯啊。咁啊呢間酒樓我中意嘅原因咧，就因為佢嗰個出品啊比較好。而家講緊揸車由花城嚟都係10分鐘鬆啲嘅時間。因為呢間酒樓我點解中意咧？因為飲茶咧，因為大陸嘅餐廳而家食飯咧，暫時咧都係同香港係唔同嘅，佢係未禁煙嘅。嗱呢間酒樓咧，佢飲茶嗰陣時咧，佢分咗3個區，即係咧大廳你可以食煙嘅，但係咧佢有個 VIP 嘅中型嘅廳咧，係非吸煙區，即係你喺度食飯咧係唔俾食煙嘅，所以嗰個我比較中意。咁而家大家見到呢個咧就係合盛百貨，合盛百貨咧都係坦洲嘅商場之一啊。咁裏邊都有啲呢度有個星巴克啦，咁呢個位咧都係坦洲嘅中心嘅商業配套。咁基本上我呢一程咧揸車同大家介紹花城嘅周邊咧已經係結束噶啦。頭先我哋4點52分出嚟，而家係5點08分，15分鐘嘅時間已經將坦洲嘅周邊嘅即係花城周邊可以享用到嘅配套咧，都已經做得同大家介紹清楚啦。所以如果話大家翻到嚟，如果話揀坦洲又或者揀花城，基本上嗰個生活配套係比較充足嘅。好，咁花城嘅配套就介紹到呢度啦。咁啊，轉頭我哋翻到十一部咧，再同大家介紹下花城而家可以選擇到，同埋即將會有咩新貨推啊，同大家再詳細介紹。而家我翻到嚟喺而家係坦洲嘅中心翻去到佢嘅花城十一部嘅路上邊啦。咁我前面見到一個巴士啊，大家見到後邊有幾個字樣樣巴士啊。咁呢個巴士係點樣咧？呢個咧就係如果話好多朋友咧，如果話經深圳過到嚟中山坦洲咧，可以坐呢個樣樣巴士嘅。咁呢個樣樣巴士咧，佢嘅路線咧就喺坦洲有幾個上車點嘅。咁頭先我哋喺坦洲嘅中心位置啦，咁啊一間超市嘅位置附近嘅位置咧都有站可以搭到呢啲巴士嘅。咁呢個巴士咧係直通過深中通道直達去到深圳灣嘅。咁如果話有啲朋友唔想經港珠澳大橋咧，想從自己坐車嚟，咁除咗話喺香港有金巴選擇之外咧，如果話近深圳嘅朋友咧，可以去到深圳口岸、深圳灣，然之後再轉呢個樣樣巴士翻到嚟中山啊。咁佢嗰個時間由深圳到呢度咧，因為通咗深中通道之後咧，嗰個時間係快咗好多嘅。
基本上個半鐘左右到啦，就可以由呢度去到深圳灣㗎啦。咁咧頭先我哋通過詳細嘅介紹咧，就同大家已經係分享咗嗰隻花城佢內部嘅生活配套啦，同埋佢周邊10分鐘車程嘅生活配套啊。咁啊，因為嗰隻花城咧，佢目前咧喺市面上面係比較暢銷嘅。咁佢一個月咧有30套啊、40套咁樣嘅成交咧，所以變到佢嗰啲貨咧賣得比較快嘅，所以我覺得咧就好有必要咧經常同大家去更新update 下嗰隻花城而家嘅銷控情況啦，有咩貨賣緊啊，同埋即將推咩貨啦。咁啊而家咧我就手上揸住嗰隻花城嘅圖紙啦，咁我哋詳細同大家講下而家五期二區嘅銷售情況。咁嗰隻花城嘅五期二區咧就一共有7座樓嘅，從1、2、3、4啦，咁啊冇五字個 number 啦，6、7、8，一共係7座樓嘅。咁啊 total 嘅戶數咧係870伙啦。咁呢個小區咧而家我哋推緊嘅就係第4座啦，同埋第6座嘅。咁啊第4座、第6座咧而家嗰個銷售情況咧，咁啊而家賣得應該就差唔多賣晒咁滯嚇。咁啊我哋先逐個嚟啦。第4座嘅03、04戶型咧，第4座03、04咧就係110方嘅單位嚇，110方。咁啊第4座嘅03、04就係110方嘅3房2個洗手間啊。呢個就係佢嗰個圖則。咁上次我哋已經介紹過樣板房啦。咁而家大家可以見到咧，4座嘅3、4咧，03、04單位咧，佢03單位可以斜斜地咧係望到湖景嘅。咁啊04咧，咁啊都勉強啦。其實04睇湖景基本上都睇得唔多噶啦。咁啊03、04單位，因為佢前邊咧就冇遮擋啦，咁變到呢兩個單位基本上目前已經清貨啊，剩低咧就係2、3套到嘅矮樓層啦。咁呢個咧就貨量唔多。咁啊過翻嚟咧，大家睇下04嘅02啦，04嘅02單位咧係120，02係138平嘅，138平嘅138平嘅3房單位，呢個係圖則嚇。咁啊第4座嘅02咧，佢喺呢個位側側地咧都可以見到少少嘅內園景觀嚇。咁呢個單位目前仲有幾個單位可以選擇，但係都係貨量唔多。咁而家第4座剩低最多嘅咧就係呢個126平嘅單位，因為喺呢個位咧大家睇翻第4座嗰個分佈咧，呢個位置01位置，佢係完全係見唔到小區裏邊嘅嗰個湖景嘅，咁佢係望出邊嘅河景單位。咁呢個位咧，仲有部分單位選擇。咁跟住落嚟，我哋睇翻第6座咧，咁第6座咧03、04都係111平方。呢個係第6座嗰個即啊，呢個係第6座04戶型就呢個啦，咁啊111平方。咁第6座嘅04咧，同第4座03、04 110平嘅單位咧，佢嗰個間隔係一樣嘅，咁啊面積就爭1平方差唔多嘅。咁第6座04同埋03咧，佢目前剩低嘅貨量都係唔多嘅。咁而家第6座最暢銷咧係另一個單位啦。第6座最暢銷嘅就係呢個88平嘅單位。上次我哋已經同大家介紹過呢個單位啦。咁啊88平，因為佢呢個積點解賣得快咧？佢最關鍵一樣嘢就係88平咧，佢嗰個總價係92萬左右，咁變到入門嘅門檻比較低啦，同埋實用啦。所以第6座嘅03喺呢個位咧，基本上已經賣晒。咁而家剩低嘅第6座嘅01同埋02咧，仲有部分貨量咧，全部都係118平方嘅，118平方嘅單位。咁因為呢兩個單位咧，118平方，大家睇翻呢個總嘅分佈圖可以見到咧，02因為佢
見到前面嘅03咁變第3座啦，咁變到佢嗰個景觀係普通嘅。咁第6座嘅01咧，128平方咧都係望出邊景觀嘅。所以大家可以見到第6座咧，實際上除咗話03好暢銷之外咧，因為佢面積細啦，佢實用之餘咧，01、02咧，佢目前嗰個銷售情況咧，仲有部分嘅貨量，但係佢嘅景觀咧。講實話咧，咁所以實説啦嚇。如果作為香港朋友想話視野開揚啊，咁01、02咧係輸蝕少少嘅，因為02咧佢對住03。咁跟住落嚟咧，因為而家目前咧係第4座同第6座清貨階段啦。咁啊跟住落嚟我都了解過咧，其實3月份都接近尾聲啦，咁4月尾咧第3座，咁第3座即將4月底左右啦，4月底或者係5·1嗰個假期咧，第3座會推出嚟嘅。咁大家見到咧，其實第3座佢嗰個景觀咧係正對住湖景嘅，第2、第3座都可以見到湖景啦。咁第3座佢嗰個積咧，咁第3座佢嗰個間隔佈局同第4座一樣嘅，都係3房。單位啦嚇，咁佢嘅景觀大家可以見到咧係一線湖景，真係可以睇到成個湖景單位嘅。咁無論佢嘅04、03正對湖景啦，咁02咧通過02、03之間嘅嗰個中間嗰條罅咧都可以見到湖景嘅。咁大家都可以預見到咧，第3座推出嚟一定係04、03，即係前面呢2伙咧係最受歡迎嘅。咁而家都有啲客都喺度等住，係關注住03嗰個推貨嘅進度啊。咁如果話對花城有興趣朋友咧，大家可以而家先安排時間上嚟睇下實地，睇下現場，睇下第4座。咁而家我哋目前賣緊嘅貨嘅嗰啲間隔啊、樣板房啊，咁做好準備之後咧，咁第3座推出嚟，佢嘅嗰個銷售嘅速度應該比較快，咁到時候我哋再逐步同大家跟進嗰個進度啦。咁另外咧，第3座推出嚟嗰陣時咧，咁我都會第一時間喺視頻同大家再分享俾大家嘅。咁呢集視頻咧拍到而家咧都接近尾聲㗎啦。咁咧如果話大家對國際花城仲有啲咩疑問啊，仲想了解啲國際花城嘅邊方面嘅資訊咧，大家可以喺評論區留言俾我，咁我會逐一咧睇大家嘅留言啦、評論啊，咁我會再詳細介紹俾大家嘅。咁阿港咧做地產都差唔多有16、17年嘅時間啦，我係2009年正式全職做地產嘅，到而家咧2026年咧都講緊有17個年頭啦。咁我做開嘅都係港澳市場啦，咁我啲客戶80%都係嚟自港澳嘅。咁我之前都係線下啦，我啲客咧都係啲舊主介紹啲朋友幫襯。咁今年我都正式做自媒體啦，通過呢個網絡同大家見面啦。咁如果話我做呢個視頻嘅初心就係話想因為我喺中山珠海做地產17、18年嘅時間咧。咁對呢度相對地比較熟悉啦，咁我會分享多啲大灣區嘅樓市資訊啊、生活配套啊、等等方面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初衷都係想話喺大家想了解大灣區物業嘅時候咧，能夠俾大家提供一啲參考，提供多啲資訊，都係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嘅。咁啊呢集視頻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期再見，拜拜。